果哪个咱要收钱？大家呢？张卡认错的，大家的内容如果有想晒的，看狗子腿法开通回运，立马都删。我的搞开通回运知道吗？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的搞开通回运知道吗？老板，俺在说啊，米豆老肉呢，在他个框了咯。米豆，你要是小哥哥有没女朋友啊？怎么？搞了手机呢？哎，搞子叫了？我用手机的胡须找了。对呀，看女朋友怎么回事啦？不知道，你们来吵架？你们来吵架？搞他个怎么女朋友啦？哦，这还三不了的仔，这要够油嘞，搞我这样子，叉子朝过路看我，你屁股一翘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。你屁股一翘，我就认得你拉屎拉尿了。幺妹儿，你住在哪里？幺妹儿，我住在13寨。快点上课，快点嘛！哎呀，一群猪啊，送人头你！你都闹到菜啥了？啥轮到菜了？啥子？哦，那个包啦，你滚哪滚到当搬那个门了？这光一大姐，真正做的短的功夫过阿分弄，这个阿分弄路个么？阿被踩到，都呀，三字没就都要乱到了。嘎子，我到菜啥？啥轮到菜了？干哪问题？滚电子工的，气啥多？热到地头冻没，因为那把搞手机，帮子在搬油，热到热没，都热因为那整天工不能，都你能没？都必须重要名字哦！我讨知道啊，我弄啊，哪头娘哪只头娘，怎么过没哪头娘过点三种子在，现在删了。你都，真正做个好在我咋？删了，我拿的。怎么我拿尿袋被炖了？我都要3种子，这里那做这么口呢？甚至删了，这里这么口当了，被头这么闹哦？甚至删了，这里这么口当了，被头这么闹哦？你别笑。你都价格要过了嘞呢？隔壁老王到过，这上次轮到你这牛啊！你让我跟人到我都懂呢，我你们到你都懂啊！你这什么懂嘛？我杀到了8发。哪个子？你都那把个包场啊，还刚到我头懂，这阿贝了以后，我人到我头懂。还刚到我头懂。这阿贝鲁时候，工人到个头都。